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昨暗郭台铭宣布无要选总统，郭富城讲伊未负准备。另外，卢秀莲也决定要投入总统的选举。南韩发生非洲地震，在今日下晡1点开始，禁止旅客对南韩早有低码成分的物件入来到台湾，相关会罚款20万。其他火车局发生旅客无爱补票、拍列车长的事件，好加在警察一概制服加。在昨暗，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讲，伊无要来参选总统，也强调讲，伊是有经过思考才来决定的。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表示尊重，也讲早在1个月知影，佫会当准备落去选。另外，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回应讲，世事如棋，变化莫测，强调家己一切是随着因缘伫咧走。想参与总统选举，从来就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也不是为了政党或派系的利益。我的参选初衷是希望能够利用我累积40年的经验与人脉，还有一颗热忱的心，为中华民国拼经济。鸿海所办前郭台铭提出国民党了后，要互人解套，会伫咧中秋连假了后宣布参选。煞伫咧登记人数一日进前宣布无要登记，为指控投下震撼弹。郭台铭强调是再三思考了后的决定，毋是互任何人影响看选，毋愿意参与政治闹剧。恶质的选举风气民粹盛行，因为个人私利与派系利益、阶级斗争撕裂台湾。我不愿意参与政治闹剧。若是毋拿听，阁准备要斗人事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敢若讲尊重。郭决定也嘛是维持合作的关系，但是郭台铭不会选，郭文哲敢会家己选？早1个月前讲，我们还可以准备了。现在讲，我还去找副总统，实在是现在这个时间太匆促了，这怎么考虑？在1月2日，是毋是阁和其他的政党合作？郭文哲敢若讲，迄是另外一个故事。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对郭台铭无要参选，嘛讲尊重。阁透露在7已经和郭台铭见过面，家己的一步有缘由提供别来决定，是毋是会和有政党提名参选门票的亲民党有合作的空间，引起关注。对他的一个没有登记呢，我们是给予充分的尊重。世事如棋。变化莫测，我还是一切随着因缘走。政治不是分赃啊，哈，亲民党也不会出卖我们的门票，我们只会跟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一起为台湾匡扶正义。亲民党强调，目前有关持开放的态度，会做好独立参选，也是和其他盟友做伙合作的准备。但是目前如果伫咧党内作业准备阶段，并无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前副总统李秀莲决定接受喜乐岛联名来推荐参选到2020年的总统，也在今日举行记者会，也公布伊的副手就是前南投县长彭碧显。面对着绿营的分裂，也立委向卢秀莲来发声，爱伊三思，唔通为着个人的想法来甲这窟水拉甲落去。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惊喜，是几个月的挣扎。前一天临时决定接受喜乐岛联名的推荐，前副总统卢秀莲决定要做独立参选人，投入2020总统大选，并且宣布副手的人选是前南投县长彭碧显，要拍归台湾历史4点控。呼吁全国同胞，我们大家可以做独立自主的民主人，我们要超越蓝绿，共同谋求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与人民安心。卢秀莲参选伫咧伫赢内部投下震撼弹，嘛造成分裂的局面。和喜乐岛关系真好的陈志忠嘛伫面册呼吁卢秀莲爱三思，赶紧回头。伫赢无分裂的本钱，国台为立委嘛呼吁爱团结。我们真的要呼吁李副总统哈，抗中保台是我们一致的观念哈。那李副总统不要为了个人的声量哈。然后来搅乱这个战局。民主政治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状况，我想这是台湾民主的一部分。其实副总统离开民进党也有一段时间了。
面对卢秀莲参选，民进党主席杜英台半暝嘛伫面册表示，伫咧有了甲意外当中面对进行。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是表示尊重。另外，新党总统参选人杨世光再去和副手的搭档陈丽玲做伙去中选会登记参与联署，画出一国两制是上好的选择。速度台要全力冲破联署28万份的户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前友邦所罗门群岛决定要甲台湾断交，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外交部长吴钊燮今日到立法院来备询。吴钊燮敢会负起政治责任呢？苏贞昌也强调讲尊重总统的职权，也因为中国一再打压台湾，外交人员非常辛苦，应该给因上大的鼓励。立法院新会期第一天开议，那亚的手主席台占条例，爱民进党甲书文来讲个清楚，佮要求撤回中共代理人的草案，而且佮批评民进党政府佮失去所罗门群岛。互邦交国那个干那剩16个，那样强烈反对，我互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台施政报告，互议会无法度进行。面对台所断交，苏贞昌强调讲台湾外交处境是真困难，应该互第一线的人员上大鼓励。啊，若是外交部长吴钊燮，敢是爱负政治的责任，是尊重总统的职权。我们的邦交受到打击，但国人在此时更应该坚定团结一心，大家一起为捍卫台湾的国际空间，跟我们的国际友谊再继续努力。外交人士是总统职权，我们都尊重。我们昨天都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台湾驻所罗门大使馆伫当地中岛，甲中华民国的国旗降落来，真侪所国的民众就伫咧关外口向国旗来行礼，表达因的唔甘。大使廖文体嘛发表上下尾演讲，外交部处长齐书谦嘛对所国提出忠告，强调讲接受中国的金钱可能有行钱限制的可能。It is a sad day that we have to lower this flag. I just wanted to thank you for your staunch support and friendship. We understand there are countries right in this region that have stepped into, so to speak, that trap. I worry about that. 廖文体表示，所国民间对台湾支持度有要甲8成，啊，毋过政府官员执意要甲中国来建交。台湾驻所国大使馆毋能降国旗，而且闭馆甲扛棒拆落来，结束台湾伫所国36年的外交事务。记者综合报道。所罗门群岛决定要甲台湾断交，转向甲中国来建交。美国在位的参议员也表达谴责，也呼吁国会赶紧通过台北法案，反制中国的霸凌加孤立台湾的行为。美国在台协会也发表声明，表示对所罗门真失望，也批评中国改变这个两化现状。日本驻台代表也发文表达关心。中国外交部共管是迄句话，一个中国的原则。所罗门群岛决定甲台湾断交转向中国，中国外交部对这项决定表示懊恼，各用各式地路水到渠成来表达这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我们欢迎所罗门群岛政府抓住历史机遇，做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选择，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早日融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大家庭。啊，不过，真侪位美国国会议员是斗阵谴责，甲台湾友好的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甲参议员卢比欧拢伫推特表示，美国甲国际社会必须反制北京霸凌甲孤立台湾的行为，呼吁国会赶紧通过台北法案，互转向中国国家知影后果。美国在台协会也表示，对所罗门决定感觉真失望。佮批评中国改变两岸现状，破坏区域稳定。提处长是伫驻安论坛上表示，对中国恶意撤出台湾，甲美国的营业秘密，感觉是真烦恼。China's theft of Taiwan's most valuable trade secrets is arguably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aiwan's industry and even its future. The stakes are extremely high. 美国对中国失利感觉忧心，因为也传出华为将伫所罗门当地起通信站，因为所罗门战略位置挖近澳洲，比澳这摆拢相当积极串流。中国提到所罗门已经成为南太突破口，显示势力已经扩张到第2岛链，对印太地区产生威胁。所罗门跟这个帕布亚纽几内
刚好就是在第二岛链的这个南端的圆层，会影响到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整个的运作，包括外交联盟体系跟军事的运作，可能都会受到蛮大的影响。伊指出，中国除了乌邦交国重要是扩张势力，也对美国甲其他南太友邦造成压力，是不是造成长久的连锁效应，也有待观察。不止美国力挺台湾，日本驻台代表也罕见发表中文甲日本相继声明，礼拜对台湾邦交关系发表看法，希望通过两岸当事者之间的直接对话，得到和平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有钱使鬼会下无。台湾甲所罗门群岛伫昨暗来断交，根据着教育部的统计，107学年度因的囡仔伫台湾读册有125个人，超过一半是有摕台湾的奖学金。若要摕这个奖学金，若准是邦交国是由外交部负责，若毋是邦交国是由教育部来负责。敢要继续来提供因奖学金的，就要看外交部的决定啊。知影台湾甲所罗门群岛断交，心情是真艰苦。26岁的柯森拄祖国来台湾读册7档，今年大拄升大毕业，当在准备考研究所。结果即马两国断交，未来除了家己爱自费以外，若是想要留伫台湾读册，可能无法度去领到台湾的奖学金。我们那个所罗门群岛的学生在台湾，我们真的也喜欢台湾。之后就会回所罗门吗？还是还没决定，真的。对。然后自己对。传到中国大陆这边，自己不行，不要去中国。有影响的学生，阁毋若迪克森。根据教育部统计，107学年所国伫台湾读册学生人数125个人，其中有64个学生都有领台湾的奖学金。老师、导师跟学校的行政人员都是安抚学生为原则，因为有些变故不是他能自己控制的。明华大学指出，校校内底有3个领台湾奖学金的所国学生，除了一个新生打入学以外，其他2个人拢已经读到第3甲硕士2年，敢是会当摕到学位，敢若差一点点啊。校校尊重学生的意愿，而且随时提供到3工。台湾的奖学金分别提供邦交国甲非邦交国的学生补助。用外交部的台湾奖学金来看，逐个月超补助25000块到3万块。本学年64个所国学生，等于讲一个月开160万到192万的经费。台所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呢，我们提供给所罗门学生的奖学金呢，将到本学期结束为止。自愿继续留在台湾，教育部会下请所就读的大学校院给予必要的辅导以及协助。建立邦交真济档，即马两国以断交来收尾，毋但影响政治外交的层面，还有学生读册权利共款嘛是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在南韩也出现非洲地震咯。南韩政府透早宣布，在因的饲猪场检出非洲地质病毒，也是南韩头摆来发生。拍算爱甲4千只的猪总抬掉。另外，咱农委会的防检局也宣布讲，在今日下晡1点开始，禁止旅客对南韩早有猪肉成分的物件入来。若准防查到，你会起用罚20万。感染到非洲地质病毒的饲猪店外口有封锁线，经过的车嘛要由防疫人员彻底消毒。南韩农林特产食品部17早起举行记者会，证实京畿道蒲州市一个饲猪场出现南韩头一个非洲地质的案例。防疫单位准备要扑杀3个猪场，总共4000只猪仔。 2019년 9월 17일 06시 30분 국내 아프리카 돼지열병 발생이 공식 확인되었습니다. 농림축산식품부는 아프리카 돼지열병 양성 확진 판정 즉시 아프리카 돼지열병 위기 경보 단계를 최고 수준인 심각 단계로 격상하였습니다. 南韩饲猪场礼拜一出现猪仔死亡，隔两天倒随确诊是感染到非洲地质。防检局表示，9月30北韩通报感染非洲地质了后，评估南韩发生疫情的机会大大增加，所以南韩飞来台湾的班机行李和手挂行李都已经100%检查。对17下晡1点开始，若是违规对南韩炸猪肉制品来台湾，会当罚20万。南韩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像是肉厂的这些食品，从今年5月开始，针对手体性检查部分，就是也有查获，就是从南韩带猪肉制品来，已经有这些违规案件，所以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国人去南韩旅游，千万不要违规携带猪肉产品进来。
南韩非洲地震的病毒到底是安怎去来的？官方搁伫咧进一步厘清。韩联社嘛报道，官方宣布对早起6点开始，全国的市猪仔场、胎猪仔场和饲料工厂，伫48点钟内拢暂停交易甲运输。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之前有铁路警察因为旅客无爱补票的纠纷来互堵死。在今仔日，有民众伫森林开往嘉义的自强河顶头继续补票，用安全帽攻击列车长，好佳在车一靠挖到嘉义站，铁路警察就随来处理，才无发生其他意外。这查甫先去抢走列车长的物件，还佫摔伫涂骹，声音大到袂少人回头看。两人好亲像补票纠纷去冤家，列车长也一度被攻击。看到列车长也拿手机起来要录他，所以很生气的把列车长的手机就是抢过来，然后摔到地上。然后那些无线电也是被他摔的。就是拿安全帽打他。这个自强号为婚姻开往嘉义，冲突是发生伫去嘉义途中。不过今年7月才有嘉义铁路警察李成汉因为处理补票纠纷顺捷，所以警方接到通报，马上派人伫外台带兵。最后这10人配合警方落车时，一度好亲像身体无舒适昏倒，不过顾着上病院，家己离开。我们上车的时候是看见列车长跟那个乘客两个人在走道上对峙，旅客的情绪是好像显得非常的激动。该民众有持安全帽，情绪是比较激动一点，那我们就以劝导方式请其下车。警方表示，这查甫乘客涉嫌攻击列车长的以伤害罪犯罪，只是李成汉事件发生后，蔡总统承诺会改善补人补钱，不过有人私下透露，中央预定增补铁路局的260名警力也无到位。目前依然有志愿的补警配合铁道警察，将符合相警执勤的任务。以现阶段全台铁路警察650多名来看，无靠志愿无法度符合除非人力增补到1000人。李真的需求虽然提报，却拢无回应，是不是真实应补助，连家长拢无把握？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囡仔若无学，大汉是学袂困。若准是老师发生问题，敢爱有倒台机制呢？在新德县东兴国中，有一个国中1年学生，和3位老师要求爱罚写，而且是写甲无眠无日，甚至老师阁叫其他的同学爱改bài帖，造成这个囡仔心灵创伤。校方是有承认讲，这3位老师有叫伊爱来罚写，也做一寡甲教学无相关的代志，也已经对着这3位老师进行辅导啊。新德县东兴国中是真济科学园区家长心目中的明星学校。图书馆去互家长投诉，老师爱学生罚写英文单字真清解。伫上课的时阵嘛，去有老师骂，所以就有家长投诉讲，害大家拢总去互罚写。因为这件代志，真济同学嘛拢开始讨厌伊，嘛出来去互拜帖。打电话怎么样？贴红单，高完成也一起骂，我就不想来上学了。来这里都被欺负成我。的功课量都10几样、20样，还有考试，每天，所有的孩子是每天2点半才睡觉。这个红单啊，10张一支警告。我就是为了红单没办法睡觉，因为老师说，校外的评量没写完，功课一样就是一张红单。又被罚很多，后来连国文老师也罚了100遍，所以孩子的确有一阵子要写号很晚，都没办法睡。新德县教育处知影了，嘛派人来关心，而且表示调查定数符合规定，调查报告嘛给予家长。督学到学校去做了解，那目前孩子已经转学到其他学校去，目前在其他学校的适应状况良好哈，后续我们也会继续来追踪这个孩子的就学情形哈。那校方也已经提醒老师说，虽然依照辅导与管教的办法内容，如果适当的增加工作量或者作业，但是必须要留意一下比例的原则，也不要造成学生作业上的一个负担。针对这件有争议的事，去年发生着嘉联益、华盈这款大公司大规模甲劳工洗头路，在这个时间点是4年来上界悬的。若准再加上华盈伫后半年要来资遣2000多人，恐惊是超过5000人来失业。
今年嘉年华花影、幕蝶、电影等等大抢，陆续大量市调入工。根据同市政府统计，1月到8月，辖区内大量解雇的有21间，2923个人，比去年同期25间，1242个人，人数超过1倍，嘛创下4年来同期的新高。上半年的时候，华映公司这个大量解雇劳工，而实际解雇的人数大概就有1500人左右，所以会导致这个人数会比去年的同期还要增加。另外，华映董事会8月底通过大量私人透露，裁撤2100名员工，桃园今年的失业人数恐惊会超过5000人。根据了解，目前华映厂房已经停工，8月薪水出状况，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无提报大量解雇计划书。都当局呼吁依法通报，若无要罚。桃园今年的大量解雇的状况，还有官场的案件，其实是特别多的。大量解雇的这个程序，其实对劳工是毫无保障的。常常事业单位送了计划书，可是并没有按照计划书上面来进行。桃园市政府能做的事情就是罚钱。乐团批评罚钱对官场的企业并无什么感觉，对劳工一点保障都无，建议爱先发现企业的异状，主动介入关心。都当局是表示，平常时都无定期入场了解，大量私人透露，除了裁罚，上要紧的嘛是协助劳工争取后续的权益，参像失业给付、转介工作、比劳基法较好的资遣条件，嘛争取身代替付责任的薪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来细分明。香港地铁的东铁线红磡站在今日透早8点多发生列车冲出去铁轨路意外，车厢当场是断做2轨，也造成8人来受伤。不过也有人在现场发现讲，这个铁轨路顶头有一条壁船，相关单位也等来查。乘客伫车厢内底真惊吓，还佫听到有人在哭。围观的所在看，画面佫较惊人。列车车厢断做2节。17号早起8点外，香港东铁线红磡站有列车排练，车门还佫被弄到飞去，8人受伤，其中5人送医。乘客想起当时情形，依然心惊惊。车来回震荡，把人都摔倒在地了，还有冒烟的，好像还有爆炸声，好像是断裂的什么很大的一个声音。我看到車斷裂了。咁喺呢一個事故嘅當中呢，我哋係證實咗有8名嘅傷者，佢哋嘅傷勢係包括頸部啦、肩部啦或者身體不適，同埋手部嘅輕微擦傷。消防人員疏散差不多400名乘客，還佫傳出因為物件被拼入鐵軌路底事故發生，甲示威者拼物件有關係。運輸甲房屋局局長陳邦強強調，是嚴重事故，會全力追查，任何可能性都無排除。唔會排除任何嘅可能性。咁啊，機電工程署同埋相關嘅政府部門咧，都會係全面去搜證、去調查。喺呢個階段咧，我唔會就個別嘅揣測咧係作出評論嘅。入邊咧係有一個鋼軌係有一個斷裂嘅情況，咁呢啲咁嘅資料咧，我哋都要全部咧都要咧係將佢咧係記錄低。我哋係會成立呢一個調查委員會咧。因為現場發現鐵軌路有一條壁船，港鐵承認17號透早這路段有申請換鐵軌路工程，不過甲出現壁船的鐵軌路位置有一段距離。機電工程署是講，也未當確認壁船是事故進程就有，或者是事故了後才出現，會深入調查，按算需要3到6個月時間來調查清楚。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事件也已經超過100天了。除了世大3大信用平等機構匯率調降香港的主權信用級數了後，另外一間機構目的也將香港的信用級數對穩定轉到負面。面對着這款的情形，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表示非常失望，伊也宣布講未來會用3種形式來甲社會民眾來對話。To change the outlook of Hong Kong's rating from stable to negative, of course, is something that we find disappointing. 國際信用評等機構穆迪將香港的信評展望對穩定調降做負面。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失望，嘛無認同調降的理由是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互人破壞，佮為香港甲中國在經濟上的融合，會互一國兩制袂清楚。佮指出最近社會無穩定、暴力事件不斷發生，難免影響到國際上的觀感。
we are still in this sort of social unrest, disturbance, and violent acts and vandalism on such a regular basis, it would perhaps be not the most cost-effective way to use the government resources to launch any campaign to rebuild Hong Kong's reputation. 伫对待香港内部的抗争也未休，林郑月娥是宣布会用3种形式甲社会展开对话，下礼拜会举行头一场的社区对话，邀请民众报名，一场差不多100-200个名额，若是人数伤多，会用抽箍仔来分配。 I believe that Hong Kong is in the front lines of this very global fight for humanity itself. I call for the attention of global communities worldwide to be aware of these situations that we are facing right now. 香港反送中发展超过100天，警民冲突又源不断发生。香港歌手何韵诗和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会出席美国国会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听证会，争取香港的自由。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是被邀请去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演说。Brutal crackdowns and preemptive violence against them are hence regarded as acceptable pest control to curb free speech. Why is China sitting here as a member of this Human Rights Council? 陈淑庄指出，香港当陷入人道危机的边缘，同时嘛说明香港警民冲突的状况，佮表示警方并无会当自我控制的现象，这是香港欠缺民主的恶果，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且成立调查委员会，保证香港的人权。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第10日召开紧急的会议，真侪国家的大使也针对着沙烏地阿拉伯2個大型石油設施防攻擊表示譴責。沙烏地阿拉伯也提出證據，講這攏是伊朗的所作所為。雖然美國總統川普真正也講要讓無後的主使者生笑啊飼笑，不過第10日伊也強調講，雖然有證據，不過伊唔是相拍雞啊。 這場油田防攻擊的事件，可能會造成中東的局勢無夠穩定。沙烏地阿拉伯10日針對石油業2大核心設施，向也門反恐軍攻擊表示，初步調查顯示，攻擊武器來自伊朗。 ونحن نعمل على الانتهاء من هذه التحقيقات وسيتم الإعلان عن كافة النتائج، كافة الدلائل والمؤشرات الأولية. لم يكن الهجوم الإرهابي من الأراضي اليمنية كما تبنت ال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هذه الميليشيات مجرد أداة. 韓國當局10日嘛繼續相信伊朗就是攻擊沙國煉油設施幕後的黑手。 Mr. President, have you seen evidence, proof that Iran was behind the attack? Well, it's looking that way. We're having some very strong studies done, but it's certainly looking that way. At this, I want war. I don't want war with anybody. I'm somebody that would like not to have war. 沙國油田互人攻擊，聯合國10日嘛召開緊急會議。美國親任代表卡拉夫特伫咧會中強調，雖然攻擊嘅幕後黑手佫需要釐清，但是要求國際社會愛做伙譴責攻擊煉油設施嘅行為。中國代表嘛攏表達類似嘅立場，譴責針對沙特石油煉廠的襲擊事件，反對任何針對平民和民用設施的襲擊。 Выступаем в поддержку посреднических усилий Мартина Гриффитса по выведению участников конфликта.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史托滕伯格除了呼籲各方面防範類似攻擊，佫再度發生，嘛對這款的攻擊事件有可能造成中東地區經濟升懸，表達嚴重的關心。記者綜合報道。印尼的首都加卡達因為暖化加抽傷濟地下水問題，讓因的地面一再沉落去。 30年後，可能有1/3的陸地攏會浸伫海水內面。不過，總統佐科維多多除了要甲這個首都遷走以外，也想要來起大型的海上爆發計劃。不過，都市專家認為講，天然的是上好，種樹啊才是治本的方式。 印尼首都雅加達有超過1000萬人，是世界上人口上密的都市之一，也是第三下旱速度上緊的都市。因為伊起佇海邊藍地頂懸，有13條河通過。超抽地下水加氣候暖化工業加都市過度開發，讓河地面愈來愈低，海平面愈來愈懸。按算伫2050年1/3的都市面積都被海水淹去。印尼總統佐科維宣示第2任期要推動大型基礎建設。 不止決定要簽賭，也要開始420億美金中啟佇雅加達灣起大型的海上燈城以及17個人工島計劃來解決這個問題。
雅加达西北部散车社区10几年前一场大水后，已经伫海边起了暗土爆花，暗过永久慢慢开始出现碧云，需要一直补强加悬。有专家认为，伫雅加达湾区大爆发也会面对同款的问题，也会互政府忽视软化甲海边相关的事实。不如伫北部沿海种树造林，形成天然环境保护区。Kalau ini kita jadikan 500 meternya ini permukaan pantai utara berupa hutan ataupun ruang terbuka hijau tadi, maka dia akan menjadi penyeimbang alami。印尼政府4月决定签署计划，中国月选定婆罗洲的红毛猩猩故乡作为行政新都，雅加达维持原来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对抗地震下旱依然是关键施政项目。联合国华政府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 IPCC 26号要发表气候变化中的海洋甲平等权特别报告，会以雅加达等地为例，评估气候变迁对人类社区影响，探讨如何实现相关变化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泰国有一个真出名的观光景点老虎庙，3年前洪亚康讲，这个寺庙的修行者利用虎伫咧趁钱，而且因过非法走私、虐待甲犯事。泰国政府也甲寺庙所饲的140多只的虎送到动物的收容所，也因为这寡虎拢是近亲繁殖，想袂到3年后有超过一半的虎因为免疫系统来衰弱，导致因来死亡。对空气画面看到不遐大的虎雕像，这是伫泰国曼谷西边，北是真有名的观光景点虎庙。2016年因为爆发非法走私、苦毒、生拖虎的丑闻，互政府强制关起来。庙市所饲的147只虎被送去政府所设的动物收容所安搭，但是想袂到伫咧3档后，一半以上86只虎拢染病死亡。อันดับแรกอันดับต้นเนี่ยมีปัญหาเรื่องของพันธุกรรมโดยสภาพตัวสัตว์เองที่มาจากจำนวนต้นพันธุ์ที่น้อย。泰國當局16條記者會說明，虎廟的成立為着要趁暴利，非法近親生拖虎，所造成虎天生的基因有缺陷，免疫力低，互人送去收容所了後，不幸感染到犬瘟疾病，導致死亡。泰國當局表示，率到來會成立特別小組，盡力照顧所出的61隻虎。เราก็จะดูแลให้เต็มที่เรามีการระดมทีมมี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มีการปรับทุกอย่างในการดูแลนะฮะซึ่งถึงแม้ว่า不过，动物团体批评虎会大量死亡，当局嘛指认，犬瘟疫是一种传染力真强，佫会造成死亡的病毒。煞将虎饲伫咧人仔内，而且人仔甲人仔之间离伤密，煞致使病毒真紧摊开。泰国这间虎庙多年来对外自称是野生动物保育中心，甲游客收门票费，一张门票只要600泰铢，差不多台票609块，就当饲虎和虎翕相，一档就为庙市赚差不多1亿7000万台票。一直到2016年，国家第20次的调查报道，触破庙市的成路苦毒走私的内幕了后，当局决定开扫动的行动。迄当中，佫发现各种虎皮、虎骨，甚至讲大只被下伫咧馆仔内面冷冻保存的幼崽尸体。庙市的成路到即阵拢搁好认者的指控，嘛无受到任何刑罚，也是被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台湾的消息。公务员听改委员会前委员长赵木金日前封查出来，伊伫咧做最高法院庭长、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接受朋友请伊食饭，互指控讲是违反着法官伦理。所以院院遴审会在今仔日审查这个案件，赵木金本人是无出席，也发出声明讲，认为家己无做唔对代志。无想要做一个做法官做甲无人性，要求专案爱移送监察院。遴审会也经过讨论了后，决定将这个案件移送监察院来审查。委托律师发表声明，标题写讲做法官袂当无人性。公听会前委员长赵木钦进前去互查出，伫咧担任最高法院庭长、高等法院院长的期间，真侪甲接受朋友红木警请食饭，而且提供法律的意见，去互指控违反法官伦理。17司法院遴审会讨论这个案件，赵木钦无出现。石委员长从来没有办过翁先生的任何案件，这个我想大家都不太清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赵博钦家己认为无问题，无违反法官法，而且佮主动要求甲专案移送监察院。年审会经过3点外钟的讨论，嘛决议甲赵博钦移送监察院审查。虽然赵博钦已经核准甲公听会委员长撕掉，毋过规个代志却愈来愈严重。有媒体表消息讲，检方伫红木镇的笔记本内底查到有10个最高法院法官捌接受伊请食饭，也是拍骨老虎，其中包括大法庭审判长洪昌宏、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花婉董等人嘛，拢去用点名。10几年前的事情呢，我们去打球的时候，在球场聚餐，他有来过啊，一面是大概有1、2次了，我忘了，太久的事情了。针对赵博钦伫红木镇有关系的期间，招食饭食百解，而且拢是真高级的饭局。检清检解呼吁司法院赶紧开始全面的调查。司改会是批评赵博钦在那像行伫咧法律的棋，已经真严重来影响到司法的形象。而他是有律师，他真的在寻求法律意见吗？而法官能不能提供法律意见？他只限你对家人，没有包括朋友。那亲属还要跟他讲说是无偿哦。赵博钦向认定维持的上尾时间点拄好是1803年的6月20，即即卖法官法规定，拄行为结束迄天开始到案件执行法定的时阵，若是超过5天，会当减少退休金也是新改。若是未来监察院单行，甲赵博钦移送执行法定，而且判决免除法官的职务，就袂当搁再做公职，赵博钦就会领袂到退休金。记者综合报道。您敢想过，恁寄伫银行的钱敢是安全的呢？在今仔日，阁发生着银行理财专员跋山客户资金的案件。玉山银行邦桥保健分行有一个理财专员跋山客户上千万的资金，时间也超过7年。不过，玉山银行却下令讲，袂使风声走漏，到单才逼出来。总行却用书面来做回应，强调这是个案已经通报金管会，也移送司法来侦办啊。银行因为出面来主动了解，玉山银行邦桥保健分行发生不小利转偷用客户的资金，金额超1000万块。偷用的时间点都2012年到单，时间要到7年。玉山银行最近一直出代志，都路卡输困难，健保卡备案了后，即马佮传出讲利转偷用客户的资金，和外界质疑内部控制出问题。我们都没有，我们自己保管的，不会担心。太过于相信这个专员，通常应该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行为。玉山银行书面声明回应，强调讲是一个个案，已经主动通报金管会，而且移送司法侦办。目前受到影响的客户总共有2个，已经联络确认，因的损失会交予玉山银行来负责。不过因为侦查无公开，无要评论。今年银行理转偷用资金的事件一直在发生。根据金管会资料显示，今年3月份调访1件，8月份到7件，包括华南、联邦、台新、汇丰、中信、新光，还有国泰世华，总共8件起用处罚5100万，再加上8月下旬永丰，还有这届玉山银行，处罚金额会超过7000万。有关银行都会有定一个一般口语叫做理专实戒啦，银行就要依照这个来办理。有银行的理专私底下表示，会去有理专偷用资金的客户拢是大咖，不过大部分拢伫境外，无伫台湾，即个寄金铺仔囡仔交予信任的理专来保管。身份的关系，或者是说他并不是在台湾境内，他可能是在境外，他没有办法随时去分行调起纯电子化交易，也没有这么的流行，所以有些客人他就是会把这些相关的比较隐私的东西就存放在理专这边。金管会表示，6月中已经指示银行公会订定防范理专偷向客户款项内控原则，严格规范银行理专的行为。若是阁一直来发生这种事件，会检讨副总层级半年调整期到今年年底，若是阁发生备案，追究责任的层级会有关到总经理。记者综合报道。在4月时阵，甲这个警察的制服全部换新，不过有基层的员警向立委来反映讲，新的制服穿起来是真翕，而且袂输光，穿起来袂输伫咧做三温暖共款，而且色水伤过暗，伫咧暗时时阵恐惊有安全的疑虑。面对着这款的情形，警政署也强调讲，目前正在改进，也会做一回来检讨。从新版制服警察认真一群，这套经过全国警察票选出来战斗型制服，为4月全面换新以来，却被基层警察一直反映，新的制服透气度较低，穿起来较流汗，因为色地伤过暗，伫暗时必须加穿反光架或者是带着反光条，若无较会有执行安全的顾虑。但是制服会比较闷热一点啊，所以说我是每天要换洗，不然的话都会有汗渍会在后面会产生。颜色的确是比较深，所以在深夜执勤的时候，
都需要加装反光背心，以提升我们的安全。基层员警也向立委陈情，希望警政署应改善问题，保障员警安全。对此，警政署强调，5月间有针对新制服有缺点调查，已经找出透气度更加悬的材质，作为明年新的制服。我们现在另外在找材料，就包括长袖跟短袖的上衣，我们已经找了7种的布料，它的透气度是30度。那30的意思就是比20会更透气。那这些我们在今年把它定案。警政署强调，新制服虽然内膜内有也控制外线适合外勤使用，不过透气度较无够，一定会改善。而设置伤过暗的问题，已经请专家设计，未来会伫警架头或者是卡夹片加上反光条，保障警察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捷运提供电子票证有8个优待，可能要来取消咯。台北捷运也表示讲，财务状况是真正常，也因为做生意是有好有歹，只是先来规划，也会检讨到大家拢总来拍8折的这个问题。另外，针对月票方案也做一个检讨，安装在年底会公布新的方案。用悠游卡来坐捷运会当享受8折优待，已经变做真侪民众真事上的代志。不过可能会来取消，真侪通勤的人无法度接受。学生就是常搭这个需要优待，所以才会比较想要搭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找其他方法。过去台湾一直传出台北捷运因为运输本业了事，业外经营的日顺搁请有限，才会取消计划用电子票证8折的优待。不过台北捷运回应讲，8折优待是街头式的评定，需要搁评估，详细办法预计伫年底进前公布。商业极大化总是有到顶的时候，而我们现在的营运成本也不断在增加，所以台北捷运公司呢，目前在未雨绸缪，我们在针对每个月搭1次跟搭100次都享受同样8折的齐头式的这种优惠的方式呢，我们在研议检讨。但试算看卖8折优待取消了后，计效的变化有偌大？发现影响较大的，就是住伫市中心较远的民众，用住伫淡水来举例。若是逐工上班地点伫南港软体园区，还是内湖，一个月20天的上班日来计算，逐个月交通支出会增加520块。使用电子票证8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你把它取消8折，他会认为是涨价，对民众的感受可能对我们要发展大众运输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我建议捷运公司一定要非常审慎的评估。根据捷运公司的统计，电子票证8折优待，还有转型优待措施，对旅客提供实质的回馈已经达到595亿。若是取消8折优待，台北捷运一年可能会加出超26亿的资金。另外，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颜邦杰表示，现主席1280块月票方案嘛会做伙检讨，目前正在试算评估，预计今年底进行完成，而且报请政府核定。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拢看到利用无人机做真侪影片，或者是咧救灾。不过政府目前也要来规定咯，并颁发的无人机专章会伫明年3月来施行。未来若准你是无牌来使用无人机，相关的罚款30万。今仔日头一批无人机驾驶的考试已经开始啊，24个人笔试隆重通过，明仔载就是要来考安怎操作，这才是重大。考生坐伫咧电脑头前，准备要进行无人机驾驶登记证的考试。对民航局公布伫咧官网的地库，考生拢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关于航空跑道有些东西的计算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困难啦。那因为有考古题，所以会比较好理解。准备1个礼拜了。1个礼拜？对。那会不会很难？这个考？不知道。头一批考生除了民航局等政府机关的人员，阁有救援单位和无人机协会，总共44个人报考。拜二24个人来考，全部通过学考。拜三阁有20个人会伫台中考学考，通过的人拜三下晡伫苗栗继续考试考，包括飞行前的检查、定点起降和书面停弦、关岛保持5边飞行和紧急停驶处置等7大类。依照法规，2公斤以上的空袭机拢必须爱考照，较无2公斤的有伤害行为嘛必须爱考。概念是分成休闲娱乐的个人，跟你要做商业用途或是研究用途的法人。如果是公司要做的，包含媒体公司、空拍公司，就是这种商业或是做研究用途的，那你是全部都要考证照。
联合局估计，伫咧明年无人机专种实施进前，差不多有2000位左右政府机关需求人才和民间的政治高官参加考试。未来卖委外办理考试，法规实施了后，无照无人机取缔由警方执法。记者综合报道。在明年正月11，就是总统甲立委大选的投票日，为着要互新住民更加了解投票流程，内政部移民署在今仔日特别安排一场模拟的投票，有来自越南的新住民摕到台湾的身份证，而且伊也放弃越南籍啦。伊讲会当直接选总统是一个真特别的体验。这个穿传统越南衫过来台湾已经9年的陈菊水，伊手提这张身份证，会使讲是丢除真侪年了才摕到的。台湾是单一国籍的原则，想要规划变做中华民国的国民，必须要放弃越南的国籍。伊真正是考虑几落当才做决定。明年1月份开始，伊第一届会当投票，会当来选出立委，还有总统的选票。在台湾投票的话，就可以直接投给总统，但是在越南就是人民就投票选出大概将近500位国会代表，选出我们最高就是主席跟总理。要放弃美国国籍的移民生是符合高级人才认定的标准，顺利规划，明年嘛会变做第一届投票的人。伊答应内政部移民署的邀请来参加模拟投票的体验。伊讲过程无差真济，除了台湾敢若会当伫户籍地来投票以外，可以改投票的地方，或者如果不会在家，就可以申请用寄的方式。台湾的新住民超有55万人，初步估计有投票资格差不多有26万人。这届宣导投票的流程还有规定，就是希望新住民会当顺利来投票，唔通出现违规的行为，像讲是炸手机啊，还是讲挡手印，甚至是甲选票立掉这寡代志，造成选票无效，而且佫违法。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为着要甲家人火车道附近的土地会当来运用，也打算要甲地下化了后4000多平土地，甲市政府的土地做伙来委外招商，起一个多功能的停车场。未来也希望讲有商业的办公室甲店家来做，带动商业甲人潮。基隆火车站南边的空地啊，是代替车站地下化后留落来空间，有部分作为停车场，离周边是基隆市政府用地，未来代替甲基隆市政府要共同委外招商，规划起有商场上班的复合式停车场，也规划伫西边，估计增加10道直通停车场，原来游客都免入去市区塞车。所以未来我们这个停车的它的扮演的角色有点像拦截圈的角色。台北的人来这边的话，他不用经过旧市区，他从西岸高架就直接进到这个停车场。好，停了以后，他从这个像这个我们这边是中二路这边就直接走到庙口。基隆市政府表示，希望交通方便后，吸引更较侪上班游客来基隆。最近3年，基隆景点游客106年有356万外人，107年小可下降有343万外人，今年顶半年接近200万人。而因为邮轮游客继续成长，市府也希望进行港区周边门户改造，留住更较侪游客。以前它是礼拜3都有蛮有外地人嘛，现在都没有。多打一些广告啊，帮忙做宣传。业者讲，以夜市为例，邮轮客也是无济，希望市府多加强国际行销。对此，基隆市政府表示，会继续优化景点，进前已经确定投资3亿打造立体电梯串联主跑段加中正公园，未来5万规划出针对国际旅客基隆在地游停。记者综合报道。在嘉义市，真侪流浪的猫仔、狗仔，因过拢是伫环保局的资源回收场住伫遐。虽然是动物，不过环境也爱舒适清气。嘉义县政府也得到农委会支持，也甲社会民众沟通协调，互嘉义市的流浪动物有一个温暖的收。等人领养的狗仔，互人关伫咧下一层的空间内面。嘉义市这个铁皮厝坎挂的动物收容中心，伫咧高温湿热、卫生条件无好的环境之下，收容41只动物。17启用的动保教育园区，毋但改善这个问题，更加是分嘉南头一座结合教育功能的收容中心。整个就是很干净，那整个区域其实它都有区分开来。对，像如果想要领猫狗的部分呢，他来看的话，其实会就是分得很清楚。我们也是看这些狗狗就需要一个家，真的。对。
这个星期的动保教育园区，除了收容认养的服务之外，佮提供动物防疫相关的措施。未来卖导入教育功能，配合学校进行动物保护教学，改变过去无人想要和收容所做厝边无好的形象。其实现在的动物收容所已经不是以前像就是狗舍啦、鸡舍的这种邻避设施了。那以这样子干净、明亮跟以教育为主轴的园区出来之后，让渔嘉南地区的老师都愿意带着学生来这边做生命教育。新成立的动保教育园区当中，未来会有兽医师和志工驻点提供服务，会当提升动物收容的品质和护理。教育园区的启用，唔但落实流浪动物的源头管理，嘛互动物保护的生命教育观念向下调进。记者综合报道。9月初，伫台南安平发生一桩气崩的事件，造成一对细地双生兄弟受到受痛伤。也因为伤势真严重，目前抑搁伫咧治疗。也因为这个双生仔因是价收入户，面对日后的赔偿加医疗费用，恐惊会无法度负担。好佳在有好心的网友加社会局开始甲因斗相共啊！一张一张烫伤的相片，互人看甲真惊吓。住伫台南安平一对细地双生仔兄弟，这个月初三透早，因为煮物件无细腻，发生起爆事件。毋但家己的头甲手受到2度到3度的火伤，气爆阁影响到6间厝。嘛因为这对双生仔兄弟因兜是价收入户，面对所后的赔偿问题甲医疗，恐惊是无法度负担，所以民众就伫网络分享因的状况，希望善心人士会当斗相共。因为第一个他是外配，然后又单亲，加上低收。所以目前他其实处境很可怜，2个都受伤了，然后还在成大医院。那妈妈因为要去照顾孩子，所以目前也没有工作。为着这件代志，当地里长出面，私底下替单亲妈妈募款。台南市社会局表示，这对双生仔家庭确实是政府认定的价收入户。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冇去斗相共，互因急难救助金4万块。面对所后的赔偿甲医疗问题，政府嘛会继续协助。比较重要是我们会媒合相关的团体来帮他们做心理上的重建。我想心理的重建才是未来我们必须更关注他们的部分。台南市社会局直接讲，若是对外开专户募款，对价收入户的资格恐惊有影响。但是未来参与长甲定价沟通，提出对定价上好的方法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在北投举办的月琴民谣节，到今已经是第9年啊。拄开始敢若是1天的活动，到今已经有半个月过。对9月中到9月底，月北投拢有月琴的音乐声。音乐创作人陈明忠用一支月琴、2条弦仔，造出万千的世界，和大凯观众互动，为今年的月琴民谣节起鼓。今年月琴民谣节扩大举办，半个月活动，乡村民谣、宜兰歌，甚至是乌琴啊外舞蹈陆续登场。台湾的念歌国宝杨秀卿，创作人林生祥等等，嘛来到北投1年1度的月琴民谣节，用伊上精彩的表演，看到月琴在台湾的发展。我就觉得就听起来蛮不错啊，因为它就只有2根弦在那边嘛，可是可以变出那么多不同的音色，我觉得很厉害。手的弹法、镜头啊、甲思考的、甲语言的逻辑拢无共，所以你一定爱来唱民谣、弹月琴，你会慢慢再入去家己的土地。月琴较早嘛有人讲是去食琴，歌谣内底保存真侪上基层人民的心声。发起人陈明忠讲，伊当年上期台就是民谣节简单随意心花开的音乐会，2个舞台30组的表演者，提供台湾各地介意月琴的人一个交流的平台。家己是感觉讲弹月琴的时阵，就敢若有风咧吹迄种感觉，台湾的风咧吹。就是这是咧弹更其他是其他的乐器拢无的感觉。逐年民谣节拢会揀一種台灣本土的花來做視覺主題。今年的是豬母林，大家做花彈月琴，心花開的氣氛，就親像是豬母林的花蕊同款，點點蕊啊真古錐，生命力強，代代生炭。記者尤怡珍台北報道。明仔天氣受到東北風的影響，桃園以北的地區有可能會落盡雨，也在外島的平湖、金門、馬祖是濟雲到好天。明仔天氣是好也是歹，做伙來看預報，您就知。
北部地区位于25度到31度。中部地区位于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位于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位于25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位于26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荷兰，看因的兵将伫咧操兵练武。也感谢今日你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日时间咱再会。